长春发力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率，我是米农阿敏。沿轮台一线一路骑，总算骑到内埔的。内埔喺台一线方差不多400多公里的地方，算密团的哦，所以我会骑起来哦。我来到内埔呢，稍微拐了一下弯，来到那个地方，很多水利公园。不过也袂个人都可以崩坑啦，大家看像不像一个隧道？不过伊唔係本茶叶行的哦，也本水行的。平常时候也袂过太水，像一个瀑布一样。因为过量，所以也袂个人都会提下撩量啊、打嘴鼓。 唔可以安尼哦，伊对日本时代做好就多近80多年的历史诶，所以等一下吼，系咪沿路嘅步道行下去，看下地步有冇嘅好看的冇？观众朋友可能都唔知吼，系前面用做过几道嘅石头，今日来内盤嘛喺嚟做石嘅。 有一个泰国，有一个人呢，抢来去天书。谈讲伊种嘅东西怪贴片，安尼见就来看下先。杨大哥，哦，欢迎来到波沙村哦。波沙村，哎，哎呀，侬会按到波沙村哦。 我哋沙溪吼，如係上座嘅啦，同沙溪嘅產業結合起來，嗰座波沙村係一間公司。啊，所有嘅農場有呢種水果，像嘅黃梨路黃波沙，哦，啊紅色嘅路火龍果路紅波沙。今日菜園有乜嘅波沙噶？我係菜園上，我有種紅薑花，紅色嘅嗰座咩係紅波沙。誒，你看一下。 熱帶花菜嗬，喺田橋係用嘅神山嘅。剛剛落去。哦，你剛剛嚟嗬。好，嚟熱石頭哦。係你做咩喲？嗰時間我會想到我嚟種花菜。啊，今日我做農嘅時候，想講啲水果啊，嗬，佢無限啊，看我有其他作物可以種嘛，有嗌多有啲朋友係農夫嘅，佢都同我講，誒，花菜可以種哦，我試看到冇啊。 種花菜，係咪太發財？係咪？哦，係啊，香港係，你安尼長期嘅作物啦，嗬，種到去明年就有樹啊。啊，家今年要做乜嘅啊？今年我哋來剪葉唄。剪葉唄啊！就是你嚟森林用。佢像森林嗬，像叢林一樣。我是森林之王。誒，來，你曬幾剪刀？幾剪刀半？啊，等下我講樣去做。但大家剪啊，嗬，一心一意啊。 一個葉唔全完全打開咧，也都是咩？隔壁嘅皮葉都係新土嘅葉，一片嘅喺流。啊，隔壁嘅還有一支嘅光啊，嗬，一般10個層啊，都也都 Q 嘅葉，菜樹 Q 嘅葉都錯嘅啦。啊，剪一重嘅咯。咁我留5公分啊，都要剪啊。啊，你就好啦。你就皮。誒，唔打剪嘅都兩天啊下啊，貼啊100，那拿嚟做嘢睇。 啊，一朵能算100，20幾100，20幾100，好，所以剛才先剪20幾。你都想講一皮3萬元，3萬元，剪過多，係點啊？種花菜，太發財。好。哦，呢個剛才開始嚟做嘅哦。好啊。哦，難搞哦。綁下來，用綁嘅，用綁嘅。而家軟啊。我吹頭都係簡單係拗團嚟嘅。唔會啦，唔會嘢，而乾軟嘅啊，乾軟啊。 像個葉嘅一個唔會。誒，像嘢已經多咁樣嘅出貨嚟，一樣嘅都唔會大嘅，剪嚟你。原來有一點缺損呢，缺損的大哥就直接不要了，就剪掉，當肥料。先睇幾嘅。
哎，冇，一心，哎，一心一意哦，记得。差点被老板差点。你食迄毛叶呗，如果愛改叫，那會生出來。哦，唔會死啦，但是愛改叫，我鐵改叫。旺，有幾做唔得了？有冇西班牙咬啊？葉係毛髒，葉皮面唔會。哦，唔該。毛章嘛做唔得了。毛髒可以切嘛，切插花身上會罵人呢。泰國嘅也袂愛歸完美就吃咧，又要吃，也袂又愛醬，又要醬。哎呀，從要去做啲冇？冇打開來，有可能底部有蟲誒，邊啊底部，是冇？有介殼蟲邊啊底部。走出森林。哎，來先表呀。哦，切好了。哎，哦，安尼算大也小啊？你轉得量啊，咁啊20皮啊，啊入面捧起來呢？唔看下面，哦，太趕看下面啦，門咧掉呀，掉按台風。我係小開門咧掉到啊。按有加錢冇？啊，伊個提醒愛認真做事。冇加錢咯。好啦，喺個紅條都會講到有種按那個紅寶石，唔係等嚟看啦。鳳強法。紅強法。哎呀，等你看啦。哦。看下神啊嘛個樣。但而家看到呀貴噸嘅啊，都係鳳強法。啊呀，攏更加攏係順嘅啦，因為人哋攏會講一個法吼，愛變寒暑假，寒假暑假冇乜有法。啊，其實一種法唔係嗰個種，聽從開嗰度啊，你唔看見一葉法有冇？也有一種堅固嘅會曬葉嘅啊，啊而曬多法，熬多一揭，嗰類法都冇效。啊，冇種唔種啊，叫佢種乜嘅咯？啊，一種法因為個奶茶吧，煎下來一種法可以當2、3禮拜。啊，第二個都係一塊種嘅法吼，你種嘅吼利順過。啊，種一類，安尼算太類啊，細類啊？ B 級嘅啊，哦，咁啊，第一留看下先。等下來潛看啦，潛個 A 級嘅本款，係。來，等來看馬個很多 A 級嘅鳳強法，很像也幾用啊，伊順呢上下個個，啊用緊係用數字嘅比啊，來，give me five，give me five，超高嘅攞 A 級嘅。 係比翻先。比較有啊。哦，如果條到嘅個細料。按你法呢，開5分啊，市場要的是5分到8分，如18萬有5000塊嘅，啊大部分已經打開來。啊，按你唔可以剪下來嘅。也都可以剪嘅啊。係都可以剪。但是也幾啊，有缺陷啊，如本堅固嘅熬到花瓣嘅，唔可以講嘅，切角花。就做唔得了。花都打開咧。 這麼嚴格？嗰個發財嘅神山愛個醬。啊，唔講鳳強法，要按塊種係達到 A 級嘅，要本種係開到，要種唔得用。嗰種係希望可以用嘅樣式種啊。哦，但是種條都係你嘅。種啊，但係陸下睇你啥講，搶嘅晚上種幾年啊，都搶時前喺搶嘅下種。哦，所以要搶嘅先留下來。今日眼你來做些唔是有幾個冇，都係大嘅分數好冇？有啦，今日有算認證啦。有認證啊？有認證啦，係。啊，下一班會幫佢做嗎？會啊，下次來嘅時候，我哋從講嗰度啊。哦，學嗰度嘅事。係學嗰度。人家有紅寶石，係沒有紅寶石。哦。係啊，我帶一個紅寶石過去。係啊。細條做起嚟，18度幾，就情況下是有乜嘅好事咧？係來到女僕嘅豐富市場，菜天人講啊好，來入邊一天我來試入邊水煎包，係上年過就去吧，來看下先。條家娘，我來買水煎包。啊。啊，你攞去做按細粒嘅咯。哦。皮骨泡，皮骨泡啊，係口感夠好。哦，味道口感啦。係，對。咁用嚟買啊？30元。30元。咁係買50元咧。好。條都去做些經過妒忌。好。麻煩用下嘅同嚟做，嗰飯煲。好。
啊，恁本身就女仆的人嘛唔，咩呢？我哋做田鄉人呢。做田鄉啊，做田攞位上喺雷亞未做成年咯。因為以前，我爸爸我媽媽以前都開始嚟下做嘅，過後我哋要在成都我爸爸我媽媽哋嚟下做啊呢。哎呀，嘿，爸爸媽媽嘅創意哦，間水煎包做啱死啦。我哋自己咪下啦，慢慢嚟種改良啊。你能改良嘅，啊，你改方便，OK，先交錢。條間用，OK，50元，謝謝謝謝。好，佢摸。 OK，佢入嚟改鬧一人仔行下嚟。好。見嚟到女僕嘅豐富市場，係條到唐人講入嚟，唔單唱女僕人冇嚟講，附近嘅竹田嘅啊，又係慢慢嘅弄喺嚟入嚟，看下是有乜嘅好食咧。海龜號是豬耳朵，客家鹹豬肉，睇下看一下。那我來一份豬耳朵跟龍鬚菜好了。好，按你多錢？不行啦，不可以啦。哎，你好。來買一個龍嘅來吃。哦，我要今日一小米綠豆，哎它同一般的綠豆差起來。哎有綠豆有加小米，哦有加小米哎，變得比較豐富用哎。哎呀，紅豆薏仁，紅豆薏仁。哎呀，係紫米紅豆，紫米紅豆，剛剛綠豆薏仁。哎，剛剛還一比綠豆薏仁呢。哦好，加一呀，那1比1多錢啦。比20，你吃了。哎，現在都我們去搞豬的嗎？哎呀，讓我這樣煮哎，剛才一起一個地方手都來吃。好好，謝謝謝謝，拜拜。好，再見。請一個兩餸的公宴，坐下來休息一下，試下頭都買的東西。先來試下個水煎包，一粒就按呢，細細粒唄，一後就試下去。我先試看下先咯。那個水煎包的皮真是從頭家講的怪破，一滴不會搞哩出來怪甜，難怪蔡天人講啊，一定會來試下個。試看下先下個紅粉市場都不會太濟買的那個綠豆薏仁，好像有一種麥香味。它主要是一個點心，比較退火。喺度去講市場，喺個攏底下挨呢，係嚟拍節目嘅，過年前，所以我買嘅兩下一個豬耳公燉菜，等下過去同阿媽叫我食鵪鶉。今日旅行總算結束嘅，嚟分享一下今日發生乜嘅事情。一太早，俺哋就先到嘅女僕嘅寶沙村請江大哥。俺哋不是唐人講啊，有乜嘅幾好嘅阿伯，又係幾好嘅法，攏係對我嘅兒來嘅。只俺哋寶沙村就有本土嘅，俺看江大哥哦，伊當蠻細心嘅栽種啦。阿伯嘅乜嘅情形，法又本村嘅開，伊攏幾了解幾清楚，係有唔好嘅，伊就唔好嘅。那種精神吼，俺看咧也是很佩服啦。以後講無閒嘅時間，俺嚟推打工，推天數，各位俺哋去嘅豐富市場。買嘅水煎包，還有綠豆薏仁湯，都係市場嘅時節。雖然講我每個個有名嘅主持人啦，不過大家看到我去嘅時節，攏係個熱情嘅招待我分享我過去，但係有人情味嘅地方。哎呀哈，天時嘛，應對應啱嘅，我嚟去前一個地方休息，好好補充體力。聽講你繼續我下一趟旅行，拜拜。